自2026年2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洁净心神，敬拜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翰福音》第2章13节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2章。犹太人的盘过节得要到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。伊看到有人伫圣殿的外埕底卖牛、羊、粉鸟，嘛换钱的人底互人换钱。耶稣就用锁仔做边，将牛、羊拢对圣殿赶出去，车倒钱倒仔，甲因的钱压散。伊阁对卖粉鸟的人讲：遮个拢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。伊的门徒话记得圣经有记载：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殿心火热，规人拢互吞落去。犹太教当局的人反问耶稣：你要用甚物新约甲阮证明你有权柄做遮代志？耶稣应讲：恁拆毁即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阁甲伊起起来。因讲：即间圣殿46年久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起起来哦。其实，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。伊对世人中讲话以后，伊的门徒才会记得伊捌安尼讲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。耶稣伫耶路撒冷过盘过节的时，真侪人看到伊行的新约就信伊。不过，耶稣无信任因，因为伊了解所有的人，关系人的代志，伊无需要人甲伊说明，因为伊真正了解人的内心。洁净心神，敬拜上帝。耶路撒冷圣殿是伫所罗门王的时代先建造，象征上帝甲伊的子民同在，是人敬拜上帝的场所。主前586年，圣殿受巴比伦帝国毁坏，波斯帝国统治的时，以色列人获准倒转去故乡，伫所罗巴伯带领下，伫主前516年完成圣殿重建。罗马帝国统治时期，主前19年由大希律王修建，直到大约主后63年才完全竣工。圣殿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和政治中心。伫盘过节期间，有真侪人对各地前往圣殿祈祷敬拜。为着敬虔人奉献金钱和献祭的需要，伫圣殿的外院有摆设兑换银钱和牛、羊、粉鸟的摊贩。原因之一是，流通的货币袂当用作奉献的金钱，只有圣殿特制的银币才通。其次，献祭的精生必须无瑕疵、无残疾，必须经由祭司检验认证了后，洁净的精生才当做献祭的路用。因为安尼兑换银钱和买卖精生的服务有伊的必要性。圣殿按至圣所、圣所、女院、以色列人院到外院，拢应该保持洁净、分别为圣，做祈祷敬拜的路用。
但是灯笼时会经常是涉摊伫外族人组织的定院，破坏圣殿圣洁和敬拜的完整，妨碍会众的敬拜，也显示出轻视外族人的敬拜。搁再来，这个买卖精生兑换银钱的商业过程，可能存在诡诈的一面。圣殿是由祭司长家族管理，摊贩要出入贩卖权，必须得到祭司长允许。银钱兑换的过程也有差价利润。献祭用的精生伫奉献以前，拢爱先经过祭司的检验，无下厨残值的，才通称做祭物。若是家己较耐的无合格，只会当当场另外用高价购买精生。原生良好服务的美意，伫人性贪婪下面。敬献者诚做既得利益者剥削的对象，圣殿变做买卖竞利的市场，出入者已经失去敬虔的心。圣殿应该诚做万国万民祈祷的殿，反倒转转变诚做无利的所在。祭司家族和生理人心中竟毋知家己犯着亵渎圣殿的律法。这人要求人民将无下厨洁净的祭物献予上帝，却无视污秽的商业买卖已经互圣殿敬拜的功能变质。圣殿受污秽，莫怪耶稣会发大受气，赶着因倾者做贼首。主耶稣强烈拒绝踮上帝圣洁的圣殿内面进行不义诡诈的商业行为，笔者伫牧会中捌拄过一寡所谓配合政府宣导健康讲座弘扬的团体，希望利用主日礼拜的某一个时段，也是伫团契聚会时做宣导，也有信徒利用机会向兄弟姊妹推销直销、保险、投资。教会的设立就是要单纯诚做敬拜上帝、祈祷的场所，因为安尼参与教会各样活动，贵在诚实敬拜的心灵，就一概拒绝利己的私欲。默想敬拜上帝，你当保持心思和行为的圣洁，无应该掺杂其他意图。敬拜上帝，你当保持心思和行为的圣洁，无应该掺杂其他意图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救赎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历代圣徒伫各地设立教会，互人有敬拜你的神圣场所。求你保守我，用心灵诚实敬拜你，踮教会中无图谋家己的私利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